看看新闻网。梅艳芳母亲心脏病发入院治疗之前，梅艳芳母亲曾多次向法院申请追讨梅姑的遗产，但是均被驳回。之后更因未能支付200多万的律师费而被律师行入禀申请，令她破产。而案件于当天在高级法院聆讯期间，梅母突然晕倒，被送往圣保羅醫院治療。見到記者，梅母硬要起床和記者對話，更一度聲淚俱下。我唯有我自己，好似我做到啲律師嚇，我幾辛苦養大，我點辛苦養大仔女？我一個人帶4個落嚟，我咁辛苦養佢哋。佢唔係出世就會去揾錢㗎啦。佢中意唱歌，我點樣辛苦力噏到佢唱歌。佢有本事佢。登報紙話佢係4歲出嚟揾錢用嘅，我除非佢揸個兜喺地下撚啦。4歲揾錢嚟養家，呢啲人有心通過冇心人，乜嘢都做得出喺個傳媒裏邊賣通晒嗰啲報紙，登晒乜嘢，登到我屋企，阿妹對我屋企人啊嘈得好衰，話我難道我乜嘢都唔識㗎？點話得我難道？